走入議事堂，發掘新觀點。Alan 早晨，點解會提出呢個質詢呢？呢個絕對對香港係有利，一定係大家好關注。進展係點樣？復甦速度非常之快，檢討上我覺得係需要嘅。重點咧就係公平性啦，盡快去推動啦。逢星期三朝早，時事全方位時段內一齊現身説法。即上 ALS 玩 RV 波十年，拜仁慕尼黑對阿士東維拉蚊搭遊戲，即個機會贏取拜仁球員簽名球衣一件。玩完遊戲作數 QR code購買球賽門票。189月係小朋友至愛嘅卡通角色，全部一站齊集喺全新嘅兒童升級娛樂組合啦！有志強勢引入 Disney Plus，帶嚟迪士尼、Pixar、星球大戰，都散場，拜拜。聯同有志嘅卡通角色，仲有精選真係娛樂節目，拜拜。開心學習，快成長。車日收門啊！車日收門。開啟無限創意新旅程，全新兒童升級娛樂組合，快啲揾我哋了解下啦！莎莎兒，手機莎莎兒。神奇呢多過一堆。